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经典回眸，我是钱云。在1986年的元宵之际，当时第3届上海戏剧节拉开帷幕。在当年戏剧节上，12台戏、16个剧目入选，受到了广大观众、专业戏曲工作者的观摩品评。当时有人称赞当年的戏剧节大胆革新、创造、实践，充分发挥了上海的地区文化。这也表明了当时的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新海派戏剧艺术特色。好了，马上为您带来第3届戏剧艺术节上的精彩片段。请听深受观众欢迎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演唱的《何文秀》片段。长驱高垒开不尽，我预料幸亏咱对看清。
红灯天当用。第二问遇见鱼儿泡米香，第三问乡镇蘑菇灯队伍，第四问白菜香滚炒千张，第五问江上舞蹈牛与牛，第六问将与花轿在花上，八万一问举一杯，做到花子与你上，哎呀滚起来，无论为母都3句年，滚呀娘子。请听陈颖、张瑞红演唱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楼台会选段。
马家这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知道情。
芳、蒋沛东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金玉良缘。为当时最具综合性的戏剧盛会之一，1986年的上海戏剧节汇聚了一大批上海观众喜爱的名家名段。在开幕式上，还有各剧种的优秀演员前来演出，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请听沪剧新星毛善玉演唱的《玄子》选段《金丝鸟》，罗汉前选段《燕燕做媒》。明
本人呐！娘子救命呐！我把你这狠心的这个嘿，娘子救命呐！冤家呀！把家一同进，娘子啊，你恋我情意共与天。
由华文怡、岳美缇等演唱的昆曲《牡丹亭》，犹如仙曲从天降，催及世间百花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百花吐艳的春天。
这些耳熟能详的唱段还真是百听不厌。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觉得很过瘾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还会为您带来每周广播电视报创刊30周年的专场。观众朋友，再见。